大家好，感謝觀看本影片。我哋將一齊走進氣候變遷關鍵詞彙解說系列一，探索氣候變遷背後嘅重要概念、核心術語，以及人類面對氣候挑戰嘅時候嘅行動方案。呢個係一個同我哋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嘅議題。本影片適合對氣候變遷基本概念唔熟悉嘅觀眾觀看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確區分氣候與天氣。天氣係短期變化，例如今日係咪落雨，而氣候則係長時間嘅天氣模式。例如，我哋話香港屬於亞熱帶氣候，講嘅就係長期趨勢。氣候與天氣嘅差別，天氣係短期嘅，好似係今日需要大赦咩？而氣候係長期嘅，好似係你住喺一個需要準備冬衣定係夏裝嘅地區。所謂全球暖化指嘅係地表溫度嘅升高，而呢個主要嚟自人類排放嘅溫室氣體，好似係二氧化碳同甲烷，佢哋困住熱量，打破自然平衡。呢啲變化導致咗極端天氣、海平面上升、生物棲息地破壞等問題，深深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。傾到氣候變遷，無法避開嘅就係溫室氣體。溫室氣體主要包括水氣、二氧化碳、甲烷、氧化亞氮、闊氯碳化物、臭氧呢6種。佢哋嚟自工業活動、農業生產、燃料燃燒，甚至係森林砍伐。其實一次食肉大餐、長時間開冷氣、開車兜風，呢啲日常行為都會釋放溫室氣體。所以地球嘅體溫上升，我哋每個人都貢獻咗少少啦。生態系統就好似地球嘅調節器，除咗提供棲息地、支持生物多樣性外，仲能夠儲存碳、穩定氣候。當我哋破壞自然環境，其實就係破壞自己嘅未來。應對氣候變遷，我哋可以從2方面入手。一係減緩 mitigation，例如推廣太陽能、風能呢類可再生能源，仲有碳捕集技術，降低排放。二係適應 adaptation， 好似係農業改良、城市綠化與防洪設施等，呢啲措施不但保護環境，亦都保障人類社會嘅韌性。我哋每個人都係改變嘅一份子，只要了解問題，採取行動，就有機會為地球創造一個更可持續嘅未來。感謝觀看。